我係言語治療師梁姑娘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套 FIST 字母火箭。字母火箭由 A 至到 Z， 咁每一個火箭上面咧都會有佢嘅大階啦，同埋細階嘅英文字母，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字母開頭嘅一啲物件名。咁小朋友喺砌火箭嘅時候，唔單止可以練到佢嘅小手肌，我哋仲可以利用上面嘅圖案物件去教小朋友唔同嘅認知。第一，我哋可以教小朋友分類嘅概念，例如大象就係動物類，雞蛋就係食物啦。當小朋友學識咗分類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啲物件去教小朋友砌句子。3至4歲嘅小朋友可以講到3至4詞句子，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小火箭，例如大象食雞蛋，咁呢一個就係3詞句式啦。有啤啤熊同埋有魚魚，邊個坐火箭？坐紅色火箭。帶啲乜嘢去啊？帶魚魚去。帶紅色火箭。唔同嘅句式仲有媽媽要買蛋糕喎，咁點樣買啊？送多架車俾佢先。媽媽揸車買蛋糕。由4歲半開始，我哋就可以教小朋友講故事，利用呢一啲小火箭一路砌上去，咁就係一個好豐富嘅故事啦。例如有一日有一隻小狗咧，就喺度食西瓜喎，食下西瓜嘅時候，佢見到有一朵好靚嘅花，於是咧佢就摘咗朵花送俾佢嘅好朋友小蜜蜂啦。小朋友砌小火箭嘅時候，有視覺嘅提示，教佢知道啲詞語可以逐個組織起嚟變成一句完整句子。另外，對於一啲聆聽指令比較弱嘅小朋友，我哋就可以利用小火箭訓練佢哋嘅聆聽理解啦。例如，我同小朋友講，我想要西瓜。咁佢就要喺小火箭入邊去揾西瓜啦，咁就有分啦。難多少少，我哋可以喺理解指令入邊加一啲認知嘅元素，例如我想要識飛嘅動物，話咁快我就揾到蜜蜂啦。FIST 字母火箭仲有好多種玩法，唔止學英文咁簡單。想知多啲新奇有趣嘅玩法，記得 follow我係言語治療師梁姑娘。